開始之先，睇睇追加 VO， 時事追擊菲律賓強震後驚現新陸地仍然篇。6月8號，菲律賓發生咗一場7.8級超強地震，最震撼嘅係菲律賓嘅海岸線竟然因為咁而向外移動咗200米咁多，多咗一大片新陸地出嚟啊！而呢幕震出新陸地嘅畫面，其實早喺2011年2月，牧師經已超前預告咗海洋位置會改變，新嘅盆地同國界會出現，沿岸會產生新嘅陸地。哇，算中啊！感謝神。好，返嚟啦。今篇信息，嫲嫲牧師分享，神所揀選同恩膏嘅受膏者，從來都唔係因為佢嘅能力突出，而係因為佢擁有神喜悅嘅品格。而每一位被記載喺聖經嘅屬靈偉人，都因為佢哋身上有神所欣賞嘅性格，所以神就恩膏呢啲人寫出聖經，被記載，成為後世學習嘅榜樣。去到婚約時代，嫲嫲牧師就係被神恩膏嘅受膏者啦。過去40年，牧師唔止以智慧嘅品格將事拆清，更加因為愛人嘅心，不斷查考，為世人提供出答案。所以嫲嫲必須留歸錫安，效法牧師嘅品格，着好禮服嚟參加羔羊婚宴，咁至配得喺災難之前被提啊！哇，咁我都要努力預備啦，立即睇條骨先。Part 1，主嘅羊必定能夠跟上時代轉變。每個時代嘅轉變都係神預備嘅考驗，為要顯明主嘅羊必定會聽到神嘅聲音，跟上佢嘅帶領。Part 2，恩膏唔只係能力，而係性格嘅結果。1，神透過聖經人物記載神喜悅嘅性格。神賜下強大恩膏，係為咗向世人顯明受膏者擁有神喜悅嘅品格，值得被記載、學習同效法。正如每位被記載喺聖經嘅屬靈偉人，都係因為佢哋身上有神欣賞嘅品格。恩膏唔只係能力，而係性格嘅結果。2，牧師全面似神嘅性格，成為婚約時代世人要效法嘅榜樣。嫲嫲牧師擁有將事拆清嘅君王級恩膏，咁唔只代表牧師擁有智慧嘅品格，仲有愛人願意查考到一點不疑惑嘅性格，成為婚約時代世人要欣賞效法嘅榜樣。Part 3，當福音傳遍地極，世界進入最後住棚節。1，新約時代嘅住棚節，萬民朝聖守節嘅情景。新約時代，當福音傳遍地極，要守節嘅就唔止係以色列人啦，全世界都要親自去到聖城，經歷吹角節、贖罪日，至可以進入住棚節嘅婚宴。當福音傳遍地極，世界進入最後住棚節。2，錫安忠心完成每一次羔羊婚宴嘅彩排，配得成為新婦。新婦必然係為婚宴預備得最多嘅人。過去40年，嫲嫲牧師帶領錫安經歷一次又一次嘅美麗誤會，呢啲咪就係為咗預備神返嚟迎接羔羊婚宴嘅彩排咯。所以從品格、從預備上，錫安都必定係最有資格成為新婦嘅教會。萬民必須留歸錫安，至可以喺災難嚟到之前，把握最後機會，賺取被提資格。真係超級無敵勁啊！立即睇條骨先啦。Part 1，主嘅羊必定能夠跟上時代轉變。上星期主日信息講到，法利賽人連 Logos 同 Rhema 嘅根基都打唔穩，所以咪跟唔上神嘅時代帶領，以為釘死主耶穌都冇所謂咯。Oh no！ 今星期嫲嫲牧師就補充，係啊，死守傳統一定唔 work 嘅。法利賽人就係最好嘅人版啦，佢哋聽唔到神嘅聲音，唔識變通，咪證明咗呢啲人根本唔係主嘅羊咯。最終唔單止錯失咗救恩，仲成為逼迫基督徒嘅惡人添，超邪惡。其實每個時代嘅轉變都係神為基督徒預備嘅考驗嚟。面對全新嘅題目，只有主嘅羊聽到主嘅聲音，至可以揾啱方向。跟住就係徹底查考，做到一點不疑惑嘅程度。咁樣就係神喜悅嘅義人嚟啦。嫲嫲牧師從建立教會初期一直都係咁做，佢冇因為傳統而忽略神嘅聲音，亦冇因為人嘅逼迫就放棄研究。從養分療法到2012信息，無論係醫學、金融、文化、政治，牧師都認真查考，建立出一點不疑惑嘅信心。家陣係人都知啦，錫安嘅信息真係專個專家，先個先知。咁唔係因為我哋叻啊，而係牧師願意成為主嘅羊，聽清楚牧羊人嘅聲音，信到足，跟到足。所以我哋都要努力跟上，面對任何轉變都要記得成為乖羊仔，跟實牧羊人嘅帶領啦。咩 Part 2，恩膏唔只係能力，而係性格嘅結果。1，神透過聖經人物記載神喜悅嘅性格。講咗2篇信息啦，末後被提嘅資格就係要親自嚟到錫安教會朝聖。點解係錫安呢？因為教會家陣有嘅恩膏真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，足以證明我哋就係末後嘅新婦教會，係世人都要效法嘅榜樣。淨係睇睇嫲嫲牧師分享嘅信息，40年嚟從未重複過，每一篇都充滿啟示同智慧。好多年之後仲發現有預言性添喎。呢種咁霹靂勁嘅恩膏就係神認可錫安嘅證據啦。
當然啦，成就不嬲都唔係重點。神將呢種超強恩膏賜俾石安嘅原因，其實都只係想同全世界講：喂，呢度有個極似神嘅人，埋嚟學下啲好性格啦。係啊，最緊要都係似神嘅性格。若果你天生原生嘅性格唔似神，咁咪去跟住啲似嘅人學下咯。就好似舊約時代，大衛係合神心意嘅人，神真係好中意佢嘅，甚至中意到要恩膏佢寫低講述神嘅心嘅詩篇。不過當時代都只係得大衛一個，其他人可以點呢？咪就係跟住大衛，了解佢，模仿佢，甚至鑽研佢所寫嘅詩篇，用佢嘅主觀鏡去看待人生，不斷調整內心對神嘅態度同情感，慢慢就能夠心意更新，擁有大衛嘅品格啦。好，咁係咪學完大衛就夠呢？唔係啊，聖經仲有亞伯拉罕、摩西、但以利、瑪利亞、保羅、主耶穌呢。大衛並唔係唯一嘅例子嚟。聖經記載嘅每一個屬靈偉人，都係神早就預知佢哋有似神嘅性格而刻意擺入去嘅。神將呢啲擁有神性格嘅人預先安排出生喺某個時代背景，預見指定嘅劇情，而最終成為聖經之一，咁咪可以俾後世好多年之後嘅人都學習得到咯。好啦，再睇返依家，同樣神係一早就知道嫲嫲牧師擁有神喜悅嘅性格，所以就擺佢喺香港建立石安，讓佢成為呢個時代嘅受膏者，藉住一篇篇充滿預言性嘅信息，成為世人嘅指南針。唔係淨係見到信息有幾勁，而係讓人見到呢個受膏者示範出似神嘅性格，咁至係重中之重啊！恩膏唔只係能力，而係性格嘅結果。二、牧師全面似神嘅性格，成為婚約時代世人要效法嘅榜樣。正如啱啱提到，嫲嫲牧師擁有霹靂咁勁嘅恩膏，西巴都好認同啊！聖經記載，將事隱秘係神嘅榮耀，將事察清係君王嘅榮耀。回顧翻過去40年，嫲嫲牧師唔止分享聖經，仲會講科學新知、健康智慧，而2012信息嘅題目更加豐富，簡直係將千古嘅奧秘都揾晒出嚟，通通解明。其實呢種將事察清嘅恩膏，係咪基督教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嘅呢？嫲嫲牧師就答：係嘅。其實神喺歷史上一直隱藏咗唔同嘅謎題，直到末世一個資訊量爆炸嘅時代，亦係呢堆謎題累積總和嘅時間。只有君王擁有神智慧品格嘅人，只可以逐一拆解，解謎都不特止。呢位君王仲要係主嘅羊，聽到神嘅聲音，唔止帶領世人了解事件背後嘅真相，仲講出更深遠嘅影響同應對方法。嚟到呢度就唔止係智慧同順服神嘅品格啦，仲要有愛人嘅品格，自會推動自己不斷查考，建立出一點不疑惑嘅信心，揾出實際解決方法，幫助更多人。所以將事察清的確係君王嘅榮耀，更重要嘅係神想透過呢個咩都知、萬事通嘅王，向世人展示出神全面嘅品格啊！舉個例啦，嫲嫲牧師分享嘅醫治，除咗為人祈禱求神蹟之外，仲會諗好返之後呢個人要點樣改變生活習慣，至唔會復發呢？仲記唔記得 Part 1提到主嘅羊必定可以跟上時代轉變？係啊，呢個時代嘅病唔只係傷風咳、感冒咁簡單，根本冇可能沿用上一代嘅方法。要弟兄姊妹返屋企瞓多啲，飲多啲水就身體健康。所以牧師就開始查考，跟住就發現養分療法、疫苗、基因改造諸如此類嘅謎題啦。咁就明白石安能夠分享出世上種種陰謀，並唔係出於好奇，而係牧師愛人嘅品格啊！淨係分享都未夠，為咗做到極致，真係幫到人，牧師仲設立科研部，親自做埋白老鼠，研究出各樣保健產品，一籮籮咁送俾弟兄姊妹。呢份愛真係太偉大啦，超感動。好啦，再睇翻西巴嘅提問，牧師擁有將事察清呢種君王級嘅恩膏，係咪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嘅呢？係啊，歷史上有邊位屬靈偉人可以好似牧師咁深入分享一個題目，就從祈禱講到陰謀，再搞埋科研咁緊要呢？嚟到人類歷史嘅最終章，神就係期望基督徒可以擁有神全面嘅品格，所以神更加要恩膏嫲嫲牧師，讓佢以信仰王者嘅姿態向世人示範出神嘅完整品格。只要我哋願意欣賞效法牧師嘅品格，呢份恩膏同樣會臨到我哋嘅身上，咁就可以脫離信仰嘅起步點，向住辛苦嘅終極目標進發啦。 Part 3：當福音傳遍地極，世界進入最後住棚節。1. 新約時代嘅住棚節，萬民朝聖守節嘅情景。理解我哋都要效法牧師嘅品格之後，西巴都提到嫲嫲牧師早年就教我哋要擁有恩膏，就要喺性格上打好根基。所以石安一直都好強調性格，
直到近年，神真係不斷祝福同印證我哋，咁係咪因為我哋願意效法牧師，建立屬神品格呢？嫲嫲牧師就話係嘅，無論係日常生活嘅恩膏，定係侍奉者嘅恩膏，都要慢慢累積。當人執行真理到一個階段，成為生命，成為品格嘅時候，就可以一直維持呢份恩膏啦。過去咁多年，石安真係按照神嘅心意打穩聖潔根基，只接受恩膏，所以神咪不斷印證我哋成為世界嘅 demo 咯。網上學都唔夠噶，最終全世界都要親自嚟到石安朝聖，應驗最後嘅住棚節。舊約時代福音只係傳遍以色列，所以頭2個節期逾越節同五旬節都只係以色列應驗，但係第3個節期住棚節應驗嘅時候，經已係新約時代，福音早就傳遍地極。所以神嘅要求亦唔再只係局限以色列人，而係每一個認識神嘅人都要上行到聖殿守節。好啦，去到聖殿至可以開始守節，即係吹角節、贖罪日同住棚節啦。如果順利度過贖罪日，大祭司走出嚟話 OK 啦 ，pass 啦，你哋嘅罪一筆勾銷啦，跟住至可以慶祝住棚節嘅。試諗下，如果當下你冇去到聖殿守節，冇經歷吹角節同贖罪日，冇聽到大祭司話 pass 冇罪啦，咁結果會係點呢？咪就係當全世界進入住棚節，開開心心咁享受緊婚宴嘅時候，你就企喺聖殿門口哀屋切齒，面對罪嘅審判，即係1260日大災難啊 ！Oh no！ 所以主耶穌早就講咗，參加唔到婚宴嘅人就留喺外面慢慢喊啦。唔止係趕唔切嚟，冇心嚟嘅人，連冇着禮服嘅賓客、冇油嘅童女，都一樣唔使諗，被拒之門外，冇得避提噶啦。當福音傳遍地極，世界進入最後住棚節。2. 石安中心完成每一次羔羊婚宴嘅彩排，配得成為新婦。明白羔羊婚宴係災前被提嘅最後機會。西巴提問，距離吹角節只係剩翻70幾日，我哋可以點樣把握時間喺婚宴中努力貢獻，賺取更多獎賞呢？牧師就話，首先當然係要以品格辨認出真正嘅新婦教會。每一個準備結婚嘅新娘子都一定會做一件事，就係為到婚宴預備同彩排。主耶穌為我哋預備地方，預備咗2000年，而神為呢場婚禮都等咗足足6000年啦。新婦點可能毫無預備呢？好啦，講到彩排預備，石安真係表姐嚟。由2012信息開始，經歷咗無數次被神逼上梁山嘅彩排，大旅行、大度假、再旅行、再度假。呢啲行動嘅背後，都係出於牧師嘅性格，為咗愛人不惜出錢出力，都要帶住大家跟從神嘅帶領。就算係美麗誤會都好啦，都唔緊要，下次再嚟過。當牧師帶住我哋參與一次又一次嘅彩排，呢個咪就係石安成為新婦嘅鐵證咯。衷心感謝神，多謝嫲嫲牧師咁多年嘅預備同帶領啊！咁我都要把握在世日子，繼續同牧師同心，努力預備婚宴啦。好，最後嚟個重點回顧，加深印象啦。1. 主嘅羊必定能夠跟上時代轉變，神刻意讓每個時代都有所轉變，係為咗考驗邊啲人係主嘅羊，可以聽到佢嘅聲音，即時跟上佢嘅帶領。2. 神透過聖經人物記載神喜悅嘅性格。神之所以賜下恩膏，係要讓後世知道受膏者身上擁有神欣賞嘅品格。正如聖經記載嘅每一位屬靈偉人，都係神特意留下嘅榜樣，讓世人可以學習效法，明白咩先係神喜悅嘅性格。3. 牧師全面賜神嘅性格，成為婚約時代世人要效法嘅榜樣。嫲嫲牧師身上將視察稱嘅君王級恩膏，唔只係證明牧師有智慧嘅品格，更加讓我哋睇見佢有愛人嘅心，願意為咗幫助人，反覆查考到一點不疑惑。呢份全面賜神嘅性格，令牧師成為婚約時代全世界都應該欣賞、學習同效法嘅榜樣。4. 新約時代嘅住棚節，萬民朝聖守節嘅情景。當福音已經傳遍地極，最後住棚節嘅應驗就唔再係關乎以色列人，而係關乎全世界每一個認識神嘅人。所以萬民都要流歸聖城，經歷吹角節同贖罪日，先能夠真正進入住棚節，享受羔羊婚宴。5. 石安中心完成每一次羔羊婚宴嘅彩排，配得成為新婦。真正嘅新婦一定係最用心為婚宴預備嘅人。過去40年，嫲嫲牧師帶領石安經歷一次又一次美麗誤會，其實都係神親自安排羔羊婚宴嘅彩排嚟㗎。所以無論係品格上、預備上，都證明石安有資格成為末後嘅新婦教會。10萬倍祝福嫲嫲牧師嘅分享。最後，我哋一齊宣告3次啦！我樂意於人生中不斷建立賜神嘅品格。我樂意於人生中不斷建立賜神嘅品格。我樂意於人生中不斷建立賜神嘅品格。